小朋友，你哋好啊！我係嘉樂叔叔。今日我想同你哋介紹一位聖人。佢雖然只係得14歲，但佢用短短嘅一生教咗我哋一個好重要嘅道理：成聖唔一定要等到大個，只要你有愛主嘅心，而家就可以努力成聖。呢位聖人呢，就係聖多明我沙維號。聖多明我喺1842年4月2日喺意大利北部皮埃蒙特一個窮但好虔誠嘅家庭出世。佢爸爸係鐵匠，媽媽係家庭主婦。雖然屋企唔富有，但佢細個已經好愛天主。3歲就識念天主經同聖母經，5歲已經識得自己去參加彌撒，仲會喺聖堂入邊靜靜地祈禱。去到7歲，多明我獲准提前初領聖體，喺當時嚟講係好罕有嘅恩寵。嗰日佢喺祈禱嘅時候立咗4個志願，成為佢一生嘅靈修座右銘。我要勤辦告解，同常領聖體。我要聖化主日。耶穌同聖母係我最親密嘅朋友。我寧死都唔願犯罪嘅。呢4句說話雖然聽落去簡單，但充滿力量，反映出佢對聖體聖事嘅敬愛同對聖德生活嘅渴望。12歲嗰陣，多明我入咗聖若望鮑思高神父創辦嘅慈幼會學校。鮑思高神父好快就發現呢位少年有好深嘅靈性同德行。多明我曾經對佢講：神父，請幫我成為一位聖人。呢句唔係講下，而係佢每日生活嘅目標。喺學校入邊，多明我成立咗聖母無原罪善會，邀請同學一齊祈禱、行善、遠離罪惡。佢性格溫柔、謙遜又充滿喜樂，感染咗身邊好多人，成為同學眼中嘅靈修領袖。1857年3月9日，多明我因肺病安詳離世，得年14歲。佢臨終前同爸爸講：爸爸，我見到好靚嘅事物，係我從來未見過。佢嘅靈魂就好似香氣咁上升去天主度，完成咗佢短暫但光輝嘅人生。1954年，教宗庇護12世將佢列為聖人，仲稱佢為屬靈嘅巨人，係青少年學習聖德嘅典範。聖多明我沙維號嘅生命提醒我哋，追求聖德唔受年齡限制，小朋友都可以喺日常生活中努力活出信仰，回應天主嘅召叫。佢對聖體聖事嘅渴慕教導我哋，聖體唔只係教會嘅禮儀，更係耶穌基督親自臨在喺我哋心入面嘅神聖奧蹟。我哋要用虔誠嘅心去領受聖體，並且常常辦告解，保持靈魂潔淨。佢對聖母嘅敬愛，亦都鼓勵我哋要常常誦念玫瑰經，將自己奉獻俾聖母，無玷聖心，喺聖母媽媽嘅引領下走向成聖之路。小朋友，不如我哋一齊放低手機或者平板，每日花5分鐘靜靜咁祈禱，同耶穌同聖母傾下心事啦。記得祈禱完要念天主經、聖母經同聖三光榮頌各1次啊！下次再見啦，主佑你哋，拜拜。